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美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10月14日嘅美東時間下午5點。今日美股市場表現參差，三大指數走勢唔一致，道瓊斯工業指數微升202.88點，升幅0.44%，收喺46,270.46點。標準普爾500指數就升咗102點，升幅1.56%，收報6,654點。以科技股為主嘅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就跌咗172.91點，跌幅0.76%，收喺22,521.7點。費城半導體指數亦都跌咗2.28%，反映科技板塊有啲壓力，投資者要睇實啲啊。主要重點板塊方面，半導體同科技股普遍受壓，博通跌咗3.52%，台積電 ADR 大升7.92%，特斯拉都跌咗1.53%，搞到市場氣氛有啲審慎。相反，博彩娛樂板塊就幾好喎，拉斯維加斯金沙同永利分別升咗3.38%同3.19%，工業股 Fastenal 就微升0.99%，唔似之前咁腳軟添。影響市場嘅重要因素，主要係美中貿易緊張局勢緩和，特朗普總統釋放較柔性對中態度，緩解咗市場對大規模關稅措施嘅擔憂，資金有啲回流風險資產。另外 ，AI 供應鏈有實質性進展，博通同 OpenAI 合作開發 AI 加速器，英偉達又同 App 合作開發數據中心，強化咗市場對 AI 資本支出嘅信心。呢啲消息算係幫到手穩定個市啊。不過，市場仲有啲擔憂㗎，美中貿易政策可能反覆，特朗普之前威脅加徵關稅嘅言論仲令投資者心大心細，企業獲利壓力都浮現，好似 Fastenal 咁，顯示費用上升同庫存管理問題壓縮緊部分企業嘅盈利空間，要睇實啲先得。對今日市場嘅展望，投資者要關注即將公布嘅消費者信心數據同埋銀行財報季，好似富國銀行同花旗集團嘅業績，會提供經濟動能嘅線索。摩根大通宣布10年計劃，總規模睇到1.5兆美元，首波投資100億美元喺關鍵美國企業，都係一個亮點。市場期望可以繼續撐住個勢啊！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